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 Roy。今集咧會同大家分享一個動作咧，點樣可以舒緩你嘅閃腰嘅情況嘅。因為做一啲物流啊，或者做啲地盤嘅朋友咧，工作上邊咧好多時都要彎低身啊，再慢慢打側身啊，可能搬嘢攞嘢過程之中啦，會突然間會有閃腰嘅情況，咁啊非常之痛嘅，痛到咧條腰好似想斷啦，完全發唔到力嘅。咁啊建議嗰個情況咧，第一時間俾自己冷靜，係啦，盡量唔好點喐，唔好俾腰部有個二次創傷或者受傷嘅機會。好，然後可以嘗試下攞個 foam roller 或者一個大啲嘅枕頭咧，高身少少啦，放落地下，然後想將我哋軀幹身體盤骨咧慢慢向前邊，係啦，放落去之後，係啦，然後你個肚仔同埋心口都向前邊慢慢放鬆，慢慢放鬆，放落之後啦。好，兩手再伸直，見到下肢都係完全放鬆晒嘅。咁嘅過程之中，記得我哋下腰背冇乜特別嘅壓腰感就可以啦。咁保持啲動作大概3至5分鐘之後，我哋可以慢慢俾自己重新係啦上翻嚟。上翻嚟之後，你會發現咧，頭先閃腰嘅位置咧會冇咁痛，會舒服好多噶啦。咁但係因為我哋頭先有閃腰嘅情況咧，我哋盤骨周遭嘅附近肌肉咧都會揦緊住、收緊住，想保護我哋腰椎、腰間嘅。咁所以將其他髖關節周遭嘅肌肉揦緊住，再慢慢放鬆翻之後咧，你嘅閃腰情況咧就可以慢慢舒緩好多噶啦。希望今集嘅內容幫到大家，係啦。咁我哋下次再見啦，拜拜。